讲到青岛国际台湾手续茶，即马咱台湾是路头路尾开真济，热天时啊，民众拢会买一杯，毋过这饮料若准啉煞，本数变做是一个大问题。看到即马天气烧热，不少民众咧买这手续茶来止水焦，也出现着这饮料杯啊回收做了无确实的情形。彰化县卫生局也按算对7月初一开始加强稽查，若准无做好这本数分类，毋若无要甲你收本数，佫有可能会吃罚单。另外，也要针对着彰化县内4大超商6个产业园区试办本数随地征收，希望达到本数减量的效果。民众赶本数要来等，清洁队员随机检查，随发现本数内底有回收物。爱像这番薯、西瓜皮，这拢爱回收的。到最近天气热，袂少人会买手续茶、止喙焦，饮料杯的量大约加2成，所以也出现回收无确实的状况。塑料杯饮料哦，这量已经增加啦。塑料杯这回收部哦，希望这个民众哦，能够把这个塑料杯关键这个封膜给撕开，哦，另外这个吸管哦，跟这个封膜哦，是做垃圾方面来做处理。根据统计，彰化逐工一个人产生的平均本数量是0.613公斤，比全国平均0.567公斤搁较悬。其中一般本数内底有5%至7%是含着资源回收物。环保局为7月初一开始会扩大回收的范围，加强本数稽查。若毋听可劝，无配合回收，违规上重会当罚6000。照法律来讲，当然会当罚钱，才1200至6000。现主是应该是以宣导为主，彰化吼，特别针对咱这种布料的，或是迄种布娃娃啦，这种纤维性的，吼，咱就是讲，咱特别甲列入咱回收的项目，希望讲今年都会当增加超2%的回收量。另外，彰化县为7月初一开始，也针对县内4大超商以及6个产业园区试办本数随地征收，爱用专用本数地，估计逐年上无会当减少大约43吨的本数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